香港高價房租，港漂們叫苦連天，數十萬內地人將香港房租推上歷史新高。再點講，香港好嘅人亦都唔會話香港嘅居住環境好。香港人口最密集嘅小區裏邊，隨便一棟樓就住有1萬幾人，平均每30平方尺就住着一家5、6口人。成個小區嘅人口數量加埋，堪比大陸嘅一個小縣城。密密麻麻嘅格子間，猶如一座巨型嘅魔方，睇住眼花繚亂，非常壓抑。喺呢個寸土寸金嘅香港，能住上30平方米嘅房，就算得上係有錢人啦。再點中意香港嘅人，亦都唔會中意香港令人窒息嘅樓宇間距。香港擁有住世界上最高嘅房價同埋最逼仄嘅居住空間，因為可供建屋嘅地方唔多，所以樓房咧只能夠越建越高，越建越密。但係去過香港嘅人會發現，其實香港仲有大片嘅空地冇開發。就算冇去過香港，站喺深圳嘅羅湖口岸向對面望去，香港嗰邊空空如也，都係大片嘅空地，寧願擠住埋一齊，亦都唔願開發空地。呢個係點解？綜合因素考慮之後，把樓房氣高建密，似乎係最優解，既節約咗土地，亦盡量實現咗居者有其屋。但有得必然，亦都有失。首先失掉嘅就係居住嘅舒適性。2025年香港嘅人均居住面積為16平方米，公屋面積更少，有20萬市民居住喺不足9平方米嘅所謂劏房，仲有4萬人棲身喺更少嘅農屋同埋太空艙。咁係真正嘅蝸居。記得年輕嘅時候睇娛樂新聞，有次睇到某對香港明星夫婦購置咗1000尺豪宅，乍一聽住係買咗一棟大別墅，其實1000尺換算落嚟先90幾平方米啫。喺繁華嘅香港另一面，依然有人過住我哋難以想象嘅擁擠人生，譬如一家5口蝸居喺僅32平方米嘅狹小房子裏，呢個或許先至更接近好多人日常真實嘅生存狀態。講起香港，最先想到嘅係匯聚世界嘅美食之都，係繁榮興盛嘅經濟中心。好多人對呢座城市嘅印象仍然停留喺港片嘅光影之中，霓虹閃爍，車水馬龍，一個令人心馳神往嘅人間天堂。可璀璨嘅背面，亦都有不為人知嘅曲速與艱辛。最近有一個影片喺網絡上面迅速竄紅，一位來自內地嘅985高校高材生，竟喺香港蝸居於一間僅5平方米嘅劏房之中。嗰個所謂劏房就係將一套房重新分割同埋裝修，變成房中房。本來住1戶嘅空間，經過咁嘅改造之後，可以住2戶甚至3戶。對於租唔起高價房嘅住戶，適當滿足咗佢哋對獨立空間嘅需求。嗰5平方米咩概念啊？喺內地大部分城市，咁嘅面積或許僅相當於一個洗手間嘅大細，成年人喺裏邊恐怕連轉身都會顯得頗為侷促。然而喺寸土寸金嘅香港，咁嘅房間卻係好多港漂嘅現實生活寫照。其實港漂、劏房呢啲話題呢，早已唔係第一次引起大家嘅關注。對於大部分初到香港嘅年輕人嚟講，劏房往往係佢哋嘅第一站。港漂們住擁擠嘅劏房，爭分奪秒趕住地鐵巴士，每一筆錢都要精打細算嚟花。無獨有偶，最近仲有一位內地00後985高材生表示，寧願住劏房，亦都要留喺香港。呢個係港漂嘅現實生活最真實嘅寫照。呢位港漂咧係廣東惠州人，佢本科畢業於中山大學，碩士則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，亦都係妥妥嘅學霸。初到香港嘅時候，月薪近2萬港元，佢選擇花費5000港元喺土瓜灣租下一間僅13平方米嘅劏房。呢度嘅居住環境着實不盡如人意，
廚房與廁所甚至毫無間隔。但佢話，雖然房間好細，但係五臟俱全，可以過成自己嘅味道。除咗佢咁蝸居劏房嘅港漂，仲有一部分人為咗追求更寬敞嘅居住空間，選擇喺深圳口岸附近租房，每日跨境通勤3-4個鐘頭，每月通勤費用高達近3000港幣，甚至更多。以深圳福田口岸附近嘅社區為例，呢度70%嘅住戶都係每日往返深港嘅打工仔。無論係內地定係香港，對於港漂而言，漂泊在外都係充滿艱辛嘅。喺內地雖然冇香港咁狹小嘅居住空間，但係好多獨自前往大城市打拼嘅年輕人，亦都會選擇同他人合住青旅嚟節省開支。呢啲青旅類似學校宿舍，一個房間能夠住6至8人，每晚費用僅幾十蚊，性價比極高。香港嘅劏房見證咗無數人為咗生存同埋夢想所做出嘅妥協。佢哋住嘅空間雖小，卻裝滿咗對未來嘅期望。然而，有唔少嘅網友對此感到疑惑。面對如此高昂嘅房價同埋緊張嘅住房資源，真係值得大家如此執着地留喺香港咩？大部分港漂赴港，期望喺呢片土地上面開拓新天地，獲得更多發展機會。佢哋來港嘅原因各異，有人為咗多賺錢儲錢，以便日後回內地生活；有人睇中香港嘅教育優勢，為仔女教育舉家遷來；仲有人渴望突破自我，唔願過平淡無奇嘅生活。吸引內地人來港打拼嘅因素亦都有好多，工資高、選擇機會多、職場氛圍佳、冇年齡焦慮、多元文化交融、想攞香港身份出國遊玩方便等。另外，港漂們仲稱讚香港人與人之間邊界感恰到好處，城市秩序井然。譬如早上搭乘港鐵嘅時候，大家都會自覺先下後上，鮮少出現擁擠混亂嘅情況。總之，對於經歷過劏房生活嘅港漂而言，嗰段日子或許難忘且心酸，但生活總要繼續。咁對普通人而言，喺香港生存就唔咁容易啦。香港兩個字喺好多人心裏就等於有錢，可係佢哋卻不知道喺呢繁華嘅背後隱藏咗20萬人嘅絕望。前一段時間，香港最細嘅房屋開賣僅只有14平方米，但係裏邊廁所、廚房、床一應俱全。14平方米係一個咩概念？喺香港，豬嘅平均居住面積就有5-9平方米，而車位嘅標準面積咧係15平方米。一個人到頭來連那車都不如。但係為咗能夠喺香港生存，好多人依然選擇把自己嘅全部都傾注進呢14平方米嘅空間中。但係呢個並唔係最慘嘅，最慘嘅係佢哋住嘅屋係最差嘅，房租卻係最高嘅。據調查，香港房租最高嘅地方唔係中環，亦都唔係淺水灣，而係全港18區最貧窮嘅深水埗。呢度每尺嘅最高租金可達300港元。相當於2823人民幣每平方米，大約係北京3環房租嘅15倍左右。可即便如此，仲係約有20萬人居住喺度。劏剖開嘅意思，顧名思義就係將房屋分割成更少嘅居住面積。喺香港，好多基層市民收入低，最低工資約喺5000到7000港元。呢啲收入導致佢哋根本住唔到寬敞嘅屋。所以房東只能將歌房分隔開嚟滿足住戶嘅需求。大部分嘅住戶面積只有7到13平方米，但係咁樣嘅彎路咧，會有廁所同埋廚房。有人話嗰都算係五臟俱全啦，唔算太糟糕，因為面積細咧，基本所有劏房嘅洗手間同埋廚房係冇分割嘅。冇錯，做飯同方便嘅地方喺埋一齊。但係呢個已經算係劏房嘅高倍啦。而住喺呢一種惡劣環境下嘅，並不都係成年人。根據統計咧，25歲以下嘅係65歲以上嘅3倍之多。
20萬人中兒童竟然佔咗4萬人，亦即係話呢啲細路仔從細就生活喺呢度，冇窗戶、冇陽光、冇自己嘅私隱，只有堆滿咗雜物嘅空間。棺材房就係比劏房條件仲要差嘅房間，喺呢度冇廁所、冇廚房，只係一個4個板圍起嚟嘅空間。棺材房嘅產生嘅係因為橫向空間已經無法再次切割啦，所以咧只能夠縱向分離。呢度個房間每間平均面積僅有1.5平方米，冇錯，就係呢個未有雙人床大嘅空間。1個月嘅租金就要1500蚊到2000蚊左右。喺呢度個子稍為高啲嘅人，連腿都伸唔直，出門進門都要爬進爬出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可以藏身瞓覺嘅地方罷啦，就係似蜂巢咁嘅房間。由於所有嘅房間都係用鐵絲網隔離開嘅，好似極左鳥籠，所以呢度咧又被稱為籠屋。住喺呢度嘅人咧，亦都被稱為農民。同棺材房唔同嘅係，呢度居住嘅大部分都係老人。即使咁，1個月嘅租金亦都要1200蚊到嘅港紙。喺好多香港人心裏，籠屋係一種恥辱，但係佢哋卻不知道喺農民心裏，將床用鐵網封閉上鎖，就係一個不至於流浪街頭嘅屋企。仲有申請公屋嘅居民呢，香港每一個申請公屋嘅人都知道，3年係等待時間最少嘅，而從申請人數同埋提供數量嚟睇，可能需要3年再3年還3年，而有人喺籠屋等咗40年。對此你點睇？歡迎你喺評論區留言，多謝。